全年永康甲新怀新湾桥已经是高龄45栋的老桥，原本桥面就有8公尺，也看见汽机车相争相当危险。不过，伫争取中央营建署补助，总经费4亿外工程，经过超过2档的中建，18号地方拢抱着欢喜心来见证，共同迎接这座新桥的诞生。112年在2年多以前启动了改建工程，总共经费4亿1000万，地方自筹8700万，中央来负责3亿3000万左右。所以说这是个很大的一个帮忙对地方通行的便利以及交通的顺畅，连接很重要的大南科区的新化，以及这个台南市最大行政区的永康，有很大的帮忙。桥梁设计以水纳式护拿用下周边地景甲水文的元素，加上道路两边嘛规划人行道，相当安全舒适。其中年景伫等林议员到立委期间，积极争取将有了成果表达行为。我互乡亲栽培，做到立法委员了，第一件会勘就是向咱林里长方莫里长伫乡里长共同来会勘这个桥，咱就是要进行会勘这个托管的工程。多谢吴新修署长大力的支持。跨越咸水溪新湾桥通车以后，大大改善当地交通尖峰时段的塞车，嘛缩短民众通往台369线的通勤时间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